一張圖帶你睇明 Herbalife 營養代餐嘅健康減重原理。各位親愛嘅朋友，大家好，今日好開心同大家分享一個人人都關心嘅話題——健康減重。好多朋友應該都試過想瘦、想靚身形，試過好多減肥方法，有啲好辛苦，有啲好複雜，搞到最後仲好灰心。但今日大家望實呢張圖，呢張圖用最簡單、最直觀嘅方法講晒俾大家聽 Herbalife 營養餐點樣幫我哋健康瘦落嚟。一句講晒，減重唔使挨餓，輕鬆簡單，仲可以長久堅持。首先大家睇實圖上面嘅黃金公式，呢個係永遠唔變嘅道理，想瘦就要食入嘅熱量少過身體燒晒嘅熱量，做出熱量赤字。圖上面寫得好清楚，3500大卡約等於1磅脂肪，7700大卡約等於1公斤脂肪。簡單講，想減走1公斤真正嘅脂肪，身體要累積慳到7700大卡先得。呢個就係我哋減脂嘅目標，亦都係今日分享嘅重點。圖左邊就係我哋香港人平時習慣嘅傳統食法，早餐去茶餐廳，西多士、奶茶，常餐成800大卡，午餐都係茶餐廳，乾炒牛河、飯盒、凍檸茶成1000大卡，返屋企食晚餐住家飯都要500大卡，加埋一日總熱量2300大卡。好多人日日咁食，又唔做運動，呢啲熱量淨係夠維持體重，喐少啲就即刻囤脂肪。再睇圖右邊 Herbalife 點樣幫我哋點改？呢個唔係叫你挨餓節食，係選擇性換餐。早餐飲營養奶昔，蛋白質、維他命樣樣齊，淨係得200大卡。早午餐之間食條蛋白棒做小食，先150大卡。中午都係飲奶昔或者輕食，同樣200大卡。下午茶飯前食份乳酪，都係150大卡。晚餐照常食健康住家飯，均衡營養500大卡。我哋計下全日都係1200大卡。最緊要嘅重點嚟啦，傳統食法2300大卡。對比代餐1200大卡，每日即刻慳到1100大卡嘅熱量缺口，就好似每日從自己嘅脂肪儲蓄夾拎走1100大卡出嚟燒。每日嘅小成果儲起就好犀利，一日1100大卡，7日就係7700大卡。記得開頭嘅公式未？7700大卡就係1公斤脂肪。換句話講，堅持落去，每星期自然健康減1公斤純脂肪。呢個唔係魔法，係科學。計落1個月4星期，平均可以減3到5公斤真脂肪，唔係脫水，唔係虛瘦，精神仲好好。最後提醒大家3個重點：第一，唔係節食挨餓，係揀住換餐，用高營養、低熱量嘅代餐，換掉高熱量嘅油膩嘢。第二，晚餐照常食飽食健康，保住新陳代謝，日日有力唔虛。第三，瘦嘅淨係脂肪，唔會減肌肉，身形緊實唔鬆垮，越瘦越靚。各位朋友，健康減肥唔係發夢，係有方法，有步驟。呢張圖就係你瘦落嚟嘅路線圖，每日慳1100大卡，一周輕鬆瘦1公斤脂肪，簡單靠譜唔反彈。揀 Herbalife 就係揀健康、揀輕鬆、揀一個更靚嘅自己。中意今次分享，記得幫我大力點讚，即刻follow我，唔會錯過更多實用減脂貼士。有問題想問搭配，隨時留言話我知，亦都可以分享俾身邊想健康瘦、唔想挨餓嘅朋友一齊睇，我哋一齊開始健康減脂之旅啦！多謝大家。